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全民學中醫。今集嘅主題係心病也能新藥醫二，中藥治癒驚恐症。有兩位驚恐症患者，一男一女。男嘅咧係 A 君，佢食咗3劑中藥之後，病情就顯著好轉咗啦。女嘅咧就係 B 君，佢食咗19劑中藥之後就完全好翻晒啦。先講下 A 君先啦。A 君咧某日就受咗大驚，自此咧就日夜都恐懼不安，夜晚就唔敢一個人瞓覺，日頭咧就唔敢一個人出街，少少事啊都令到佢咧心驚膽跳，手腳心都出埋汗。咁佢食咗3劑中藥之後咧，竟然恐懼感就大減啦，一個人瞓覺冇問題，一個人出街咧都唔使人哋陪咯。而家講下 B 君啦。B 君都係受咗驚嚇之後咧，有時就驚悸心慌，有時咧就失眠頭痛。佢成日都覺得喉嚨裏邊咧有一啖痰，就吐又吐唔到出嚟，吞又吞落去。遇到突如其來嘅聲響咧，就心驚煩躁，失控咁樣去鬧人。咁 B 君食咗3劑中藥咧，心慌痰鳴咧就減少咗啦。食咗9劑之後咧，睡眠就好轉咗咯。一共食咗19劑之後就好翻啦。頭先講 A 君同 B 君呢兩則嘅醫案咧，其實就係分別記載咗喺一本書叫做《名醫經方驗案》入邊。根據中醫學，一個人嘅心氣同埋腎氣如果充沛嘅話咧，就能夠從容咧應對事情。但係如果兩者其一或者其二不足嘅話咧，應付事情嘅時候就會感到力不從心啦，甚至乎會驚恐疑懼咁。 A 君同埋 B 君因為受咗大驚啊，心氣同埋腎氣咧因此嚴重受損，因此少少事都應付唔到，表現出心驚膽跳、腳心出汗、失眠煩躁等等嘅症狀。佢哋食嘅中藥咧，主力就係扶補心腎嘅陽氣同埋安神定驚。由於切中咗病因，所以咧療效神速。當我睇到《名醫經方驗案》呢本書入邊 A 君同 B 君嘅醫案嘅時候，我就諗起兩個病人，一個男一個女，佢哋都係患咗驚恐症而嚟就診嘅。男病人嘅病情咧就冇 A 君 B 君咁嚴重，佢除咗失眠之外，最顯著嘅症狀就係容易出汗同埋心跳，特別喺身處人多嘅場合咧，症狀咧就更加明顯啦。所以佢咧就好驚出席親朋戚友嘅聚會嘅。咁女病人咧嘅病情就嚴重啲咯。佢除咗心跳同埋坐立不安之外咧，佢連一個人出街都唔敢啊，就一定要人哋咧陪同先能夠勉強外出。男病人同埋女病人嘅病情咧，經過我哋診斷之後，歸根到底都係心氣同埋腎氣不足所導致嘅。俾佢哋食咗扶補心腎陽氣中藥之後咧，佢哋嘅病情亦都迅速好轉咗。男病人可以一覺瞓到大天光，而且唔再怕去人多嘅場合啦。而女病人咧，亦都能夠一個人出街啦。最近佢仲計劃一個人飛去日本睇演唱會添。我哋認為情志係同體質嘅密切相關嘅，有點樣嘅體質就有點樣嘅情志。因此情志疾病咧，例如抑鬱症啊、焦慮症啊、躁狂症啊，同埋驚恐症啊等等，都係能夠透過醫治體質而醫翻好嘅。好，今次就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全民學中醫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啦。